来那么久是，终于听到一个最中肯的话。原来刚刚我的朋友都在欺骗我，就对了。了解，感谢你，请你喝一罐。干嘛了呢？你去那边聊啊。给他一罐，然后交给你。对啊，没有，我刚从台东上来，23罐。那个只是其中的一箱。有些人看到会怕的。我喝这一箱，其他都记着。老板，我卖多了。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我在马斯卡乐团都没有回音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你俩做商回音呢？哎，我北南组是住平原，住山谷啊。来调一下平原的声音好不好？还是山的子民。哎，长老了才有回音呢。哎，为什么你的声音这么近？对，老板，我的也是。南口的回音。哎，给一下雾峰的声音好不好？为什么呢？陆风的声音啊！这个是哪里的？陆风的声音？没有，这是地下电台的声音。盖台啊！注意那个笑声啊！别傻了嘞！可以吗？好了，有了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我们冷静，我要开始喽。好。